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所行的奇事，以及你对阮所存的念头，真多，袂对你排列。我若提起来讲，迄个少爷算袂了。祭司甲礼物，你无欢喜。你有开我的耳孔，烧祭甲赎罪祭，你无爱点。迄时我讲，你看我来啊！我的事已经记伫册里。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谈，你的律法伫我心内。三角来吟圣诗第155首，救主，我少念你的时。会众请起立。救主，我少念你的诗，你未将我心花，讲是今日甲你徛起，无卡的美啊，看见人类的主基督。的美无离，天下光明心而切度，百为无名贪病，向回心灵所望的心，因为老的主。咱犹原徛来，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交托，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角来启用。启应文第3篇，也是诗篇第2篇。列国是安怎写世？地上的君王在排阵，统治者斗阵计无。因讲，咱来讲喙压制的担。上主坐伫天顶在笑，伊受气甲因警告。伊讲，伫我的圣山锡安，我已经设立所竞选在做王。君王讲，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
对我求，我要将列国互你做领土。你要用王的铁拐，甲因讲喙。正君王啊，着谨慎。着用敬畏服侍上主。但免伊起圣地，互恁伫路中灭亡。找上主做避难所的人，真有福气。咱即时三甲来祈祷，听堂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用独生圣子耶稣基督牺牲的疼来救赎阮，互阮有机会搁重新甲主建立和好的关系。成做上帝的子民，享受属天的福气，永远的活命。主啊，求你也赦免阮的亏欠。当阮受竞选，成做信徒，呼召成做门徒，为主传福音的大使命的时，阮热情无够，信心软正，每日甲主连结无够亲密，求主赦免阮。主啊，你的话教示阮。爱阮背12诫来跟对你，爱阮尽心尽力来听主上帝，搁听人亲像家己，去普天的来传福音，引带人来归入主，结果子济济。愿主坚强阮的心智，跟对主的脚步，用无限的疼付出代价，得人亲像鱼同款。主啊！求你使陈牧师有属灵的眼光甲智慧，对8月份开始有门徒甲领袖的训练，对你所教示的话，互阮会当定心注目伫你的话，装备阮家己来付出行动，互汤教会成做结侪果子的教会，互上帝你的旨意落实伫阮汤教会。愿主赐福今仔日的礼拜。圣神引带阮的心思意念，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你。愿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三甲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9章57节到52节。和合本是95页，汉语本是80面。现着我来读。因行路的时，有人对耶稣讲：“你无论倒落去，我也要对你。”耶稣甲伊讲：“狐狸有空，天中的飞鸟有箱，独独人子无看头壳的所在。”搁对一人讲：“对我。”迄人讲：“主啊，互我倒去先埋葬我的老爸。”耶稣甲伊讲：“出在死人埋葬因的死人，若是你，就去传播上帝的国。”搁一人讲：“主啊，我要对你，总是准我先去甲家内的人3时。”耶稣对伊讲：“既若手换犁尾来看后面的，无下伫上帝的国。”愿主赐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赞美，请圣歌队。每一日。
正道，请陈牧师今仔要正道的题目是军队主基督的代价。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犹原掀开咱的圣经，嘛拍开手报内底有其中一页，是咱今仔日讲道的大纲。咱一面听，一面来看上帝话，搁来一面来做笔记。分享大声，咱搁一摆做伙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将你的话授赐予阮。你的话是搁真搁活，你的话对阮遮个有限的人，逐日拢是新的。你的话对阮遮个软弱的人，逐日拢授赐予阮快乐。恳求主上帝会当予阮常常渴慕主上帝你的话语。照你的旨意来行，特别对圣经内底来明白阮所跟随的主耶稣，伊对阮的呼召以及对阮的旨意是怎样？愿今仔日的分享甲探讨下面，主耶稣你搁一摆来甲阮提醒，要跟随你的代价是怎样？阮安尼向你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耶稣检采毋是咱所想的安尼，耶稣检采毋是咱所想的安尼。伫路加福音的记载下面，咱看伊到第9章，当主耶稣呼召12个门徒了后，真趣味的是，自第9章开始后面，有真侪特别描写的人物。这人物，逐个人拢对主耶稣有因家己的看法，有因家己对主耶稣的看法。总是对第9章开始一直到后面，主耶稣却拢表现出一种的态度，就是讲，我毋是恁所想的安尼，我毋是恁所想的安尼。当然，我相信路加当伊只收集这个福音书的资料的中间，伊也发现。遮个趣味的即个顺序，咱会看去第9章，当主耶稣呼召12个门徒了后，后面随时就来记载即个希律王。则问希律王对耶稣的看法是啥物？希律王对耶稣的看法是啥物？搁遮个军队耶稣的门徒，伊是怎样伫看待主耶稣？甚至搁较趣味的是。一个真做一个军队主耶稣的人，到底这个门徒是搁安怎来看待因家己？是啊，这个军队主耶稣的人，伊会伫路顶开始来讨论，开始来争讲，谁较伟大，谁较了不起？因为什么无法度接受别人因为无加入因，就来传福音这件代志？因为什么无法度接受别人对因的拒绝？真侪时阵，咱人拢会找其他的人，也是讲物件来保证咱家己的需要。啥会有这保证家己的需要？就是为自己的私欲来背书。当彼得伊甲伊问耶稣讲：“列比，你是基督，你是基督。”咱来想象彼得伊是用啥物款的态度甲心情，甲耶稣讲：“你是基督。”随时耶稣就回答讲啥物话？我会受真济的苦难哦。啊，你若要跟对我，看无家己也是过来对我。当彼得伫山顶看去耶稣变貌显出伊的阳光了后，伊甲耶稣讲啥？列比，一只真好，我帮你吼，摩西、以利亚打3间了啊，咱永远来带一只。结果天顶有声音讲啥物？上帝讲：“这个是我的囝，我所拣选的，你着听从伊。”当约翰看到别人传福音，因为无加入因做因的细汉的，因着甲人阻挡。总是耶稣甲因讲：“毋通甲因禁止，毋通甲因阻挡。”当约翰甲雅各
因无受到撒玛利亚人的招待的时，伊转去甲耶稣讲：列比，阮敢使祈祷降火，甲这个人烧死。耶稣活过来，但责备讲：无恁头壳是咧想啥物？伫路加的研究甲编排下面，对第九章这连续的事件在对话中间，咱会发现讲，咱当转去家己详细看。这个门徒真正是去互耶稣电甲满面传道会，因为耶稣是安那，耶稣就来回答讲：歹势，我毋是你所想的安尼。总是代志还袂煞，伫前往耶路撒冷的路程的时阵，有门徒12个门徒以外的人，一个一个走出来讲：我要军队主耶稣，来跟耶稣表达伊要军队的决心。相反，耶稣伫今仔日这个经节对因的回答，是延续对第九章开始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啥物？这个主题就是讲，我毋是恁所想的安尼。今仔日咱所领受这段经文段落，会当讲是对第九章一直到这的一个结论。来到这个结论，耶稣大回应讲：我毋是恁所想的安尼。总是这结论的所在，将这个焦点转到要军队伊个人的身躯顶。耶稣直接的回应是啥物？耶稣直接的回应是讲：恁敢有清楚要军队我的代价？恁敢有清楚要军队我的代价？到底路加伊收集这个资料，伊写这本福音书，是要对提俄菲罗大人以及一辈后的信仰团体来讲什么款的信息？特别针对今仔日这个经文段落，路加要互信徒也是读者什么款的提醒？咱对第九章安尼看来，这个门徒伫这个事件内底，一直去互耶稣洗面。总是咱看到今仔日这个结论、这个经文段落的时阵，我要讲的是。不管是2000当前提俄菲罗，还是讲遐信仰团体，这读者会去互洗面以外，今日检查咱每一个信徒，拢会去互这篇来洗面。大圣牧师要直接问咱大家一个问题：是教会甲机构爱建立家己的上帝国，还是教会甲机构爱建立伫上帝国的基础顶面？是对一种，教会甲机构建立家己的上帝国，还是教会甲机构建立伫上帝国的基础顶面？对一种，第二种嘛对无？咸安尼，咱会晓讲啊，咱拢知影会晓回答这个答案啊。总是当咱伫想代志、去做代志的时阵，讲真正是安尼。成功是这个世代教会去追求的物件，甚至现代教会嘛会家己设一寡成功的标准。人数讲是咱一个成功的标准，咱莫看别人，咱大家扪心自问嘛，讲是。牧师，你爱人数吗？我就爱啊，我嘛就爱啊。总是迄讲真正是上帝国所爱的。甚至有当时，咱嘛互家己教会追求军队耶稣的人一个观念，讲你军队耶稣，你会当开始得到啥？你通得到保守，你通得到成功，经验着成功。总是讲真正是安尼。咱除了讲这正面的得到啥物货以外，军队主耶稣必须爱付出的代价，咱真少哩讲，嘛无啥人爱讲。因为你毋茫逐主日听到牧师徛伫讲台顶讲，你有耶是你家无？你有爷无？你有爷无？恁绝对无爱不是每一个主日拢听这个信息，有够艰苦的。牧师不是叫恁耶是你家，对无？上好较正面的、较欢喜的、得到的较济，较直接讲。咱若是要追求会当得到啥物？咱若是想讲受洗礼了后，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了后，开始要一帆风顺，要得到丰富。安尼我要讲的是，你检测对唔对人，你检测对唔对人。在这个世间，你认为的成功，检测是天顶无认为是成功。总是你在世间所拄到的失败，你所经验的失速，你会感觉讲真衰。总是在天顶检测，迄是上帝要予你的恩典。检测上帝对上帝来看来，迄毋是失败。咱到底有清楚军队主耶稣的代价是啥物无？咱到底有清楚讲，咱要军队的这位主，伊是一位啥物款的领导者？咱想讲加入军队耶稣的这个队伍，咱会当得到啥物货吗？咱甲边仔人讲，军队耶稣会付出代价。有当时耶稣甲咱想的真正无相款。咱人欣赏啥物，咱较无啥物想要得到啥物，咱就往迄个方向去行，然后去军队对的人，去军队对的人。咱敢有咧看新闻？敢有咧关心政治？是要讲到政治，大家就去笑。咱台湾的政治语言。咱若讲到小熊维尼的时阵，你会想到啥？我无讲哦，这录影会传过去。囡仔人讲小熊维尼的时阵，咱讲哦，到古锥的对无？啊，咱大人讲小熊维尼的时阵，安那？唔知，我唔知，迄讲啥？啊，就迄只黄色的熊啊，足古锥只。一新旧约的这个中间，是耶稣的时代，是使徒的时代。当讲到空中的蜡鸟，还是空中的飞鸟，还是讲到雨雷的时阵，迄个时代人会去想到啥？会去想到啥？是犹太传统的启示文学，犹太传统的启示文学。空中的飞鸟甲雨雷所象征的是外来的政权，外来的政权。空中飞鸟及狐狸代表外来的政权。现在耶稣真正无用鹰鸟，空中的鹰鸟，因为鹰鸟真敏感。咱刚知影讲罗马军团因的军旗，军旗顶面有一只动物，真做因的象征物。你刚知影罗马军团的军旗顶面是一只啥物动物？就是老鹰啊。就是老鹰啊，所以只要用飞鸟就好啊。啊，雨雷是代表啥？不管是这个犹太传统的这个启示文学，还是第13章，咱来看路加第13章，你就知影讲路加一只所讲的雨雷，讲的就是希律王，讲的就是希律王。一当时的生活来讲，一般人因就是做是人嘛，做田的啊。啊，无就是安那饲牛饲羊。对做事人来讲，飞鸟真讨厌，是安那？等于当因把种子压落去时阵，空中的飞鸟会安那？会来食。当果实安尼生出来时阵，这鸟会来安那？会来捅，会来吞，会来破坏。对饲羊的人，一只羊羔生落来，若无顾好，雨雷会安怎？会来加，会来食嘛，对无？耶稣一只所使用的比喻，是对人民生活中间的经验，加上这个启示文学所产生的。所以耶稣一只用比喻来回应这个决心要军队耶稣的人。来，咱来读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这个耶稣所讲的比喻，伊讲啥一回？雨雷安那？有空，空中的飞鸟安那？独独。人主无安那，无看着头的所在。咱头一定知影讲，这个雨雷甲飞鸟上阵文学是咧讲啥？所以耶稣一只意思是啥？你若是欣赏讲要去投靠罗马政府所要得到好处的话吼，
歹势你对毋着人。你若是心善讲罗马帝国通过武力、通过暴力所得到的这平安吼，歹势你有若对毋着人。你若是想讲我前往耶路撒冷吼，要来推翻罗马政府，然后建立一个甲因相共款的帝国的话，歹势，你相共款对毋着人。总是你若是承认我是基督，我是上帝的囝，是上帝差派来的。安尼你就来对我，总是我啥物货都无，而且都会甲我做伙受苦，爱付出一切，爱付出性命。军队主耶稣的代价，就是爱付出咱的性命。选择飞鸟，选择狐狸，就是选择是这个现今的世界暂时的快乐。总是这个暂时的快乐。佮刚好是这个世间尔。总是你若选择要军队这位受苦的基督，啥物货都无的基督，那安尼，你会为着福音伫这个世间暂时受苦，总是伫未来天顶，你要得到永远的快乐甲新的生命。阿门。咱心善对一种，是伫这个世间暂时的快乐，还是伫天顶永远的快乐？心善对一种。考虑者，地上的快乐嘛袂歹，是安尼吗？选择军队主耶稣，虽然伫这个世间会经历苦难，会经历失丧，总是伫未来会当得到永远的快乐，甲永远的生命。总是一只牧师要问的时阵，咱啥物时阵才要开始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咱啥物时阵才要开始来认真军队主耶稣？咱讲每时刻对无？总是每一个人有家己的计划啊。等到咱的事业成功，等到我囡仔大汉，我才来追求信仰。等到我退休的时阵，等到啥物时阵，拢家己有规划讲我等到啥物时阵，我要开始认真读圣经，开始认真祈祷。开始认真追求信仰，咱拢有家己的计划，总是我要问的是：你敢活到迄个时阵？一只牧师讲较粗鲁，对无？真正咱的性命是照咱家己所计划安尼去行吗？咱未来拄到啥物代志，咱敢知？咱拢无法度控制。咱活伫世间，爱真侪义务啊！要尽很多义务，有真侪礼数，咱嘛爱来顾。总是尽义务、顾礼数的中间，咱敢有去要依咱的信仰？咱敢有要依咱的信仰？今仔日咱徛伫社会对咱的期待，以及信仰对咱的要求的中间，咱要怎做决定？咱要怎选择？咱要怎选择？要来实践信仰？我相信在咱的中间有真侪信徒，咱等于到厝，爱面对咱无信的厝内底的人，可能咱厝内底的人也无信，可能去到公司做工课、学校的所在，咱的同学嘛无信，咱的朋友嘛无信，咱的同事也是无信。进入这个社会，嘛面对这个无信的社会对咱的期待，总是咱要安怎做选择，要安怎做。咱可能讲牧师，这社会对阮的期待是这现实的问题呢。这社会期待、家庭的期待是很现实的问题呢。所以咱的信仰无实际吗？咱所追求的信仰无实际吗？主耶稣一家所讲的话无实际吗？咱敢会常常将咱的信仰掠做比这个世界、比社会更较下一坎的代志？咱敢是常常安尼？咱的信仰常常下一坎吗？这个世界较重要，这个社会较重要。在这个经文内底，主耶稣伊主动来呼召人来军队伊，总是这个人安尼来回答。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伊甲迄个人讲：“来，你来军队我。”伊讲安怎？主啊，
互我转去安那？先埋葬安那？埋葬家己的老爸，即句话是古时代西亚地区所讲的是啥物？毋是讲因老爸一定过身，毋是因老爸要活掉好好。意思讲，你互我转去好好啊友好我的老爸，互我尽一生来甲服侍啊甲友好，一直到伊过身为止。这是因每一个人拢爱尽的即个社会的即个义务。啊，总是因老爸活偌久，毋知影。所以这人是用啥物货？这人用社会义务来延伸主耶稣对伊的呼召。伊个耶稣讲：等下，我对老爸老母爱友好啊！你互阮大伊埋葬了，因过身了，我较来跟对你，我较来认真追求即个信仰。这煞都有人讲出来讲要跟对主耶稣，总是条件是啥物？条件是啥物？伊讲伊要先转去厝内，甲厝内底人安怎？要来过时嘛，对无？不过一只所讲的过时，咱会感觉讲啊，只是转去甲厝内底人讲一声安那，再见拜拜安尼尔嘛，对无？总是迄个过时，毋是即个意思啦。即个过时毋是讲一声再见的来跟对主耶稣。一古时代西亚地区，因的文化甲习惯是安尼。不管是正式还是无非正式的即个聚会宴席的中间，特别是即个饭桌顶，大家一起食饭，要先离开的人，绝对爱征求要坐一遐食饭的人的同意。讲啊，我食饱，我才会使先离开。然后要留来遮的人会讲：啊好，你离开，愿你一路平安，愿上帝甲你三个地地。爱征求，特别我相信是咱台湾的社会绝对有安尼习惯，对无？咱过年过节，大家围炉食桌的时阵，囡仔也是讲囝儿是要先离开，讲大家先问咱是大人。咱遮拢无即个传统啊呢。我细汉的时阵，甲我阿公阿嬷因去食饭的时阵，我袂当阿爸拍拍走呢。我甲阮老爸讲：爸，我食饱，我要去边仔佚佗。阮老爸讲：你问阿公。阿公我要去佚佗，你甲我坐好。是大人要坐的时阵，囡仔就是爱坐一遐。无征求大人的同意，袂当随便离开饭桌顶。相共款。这个人讲：主啊，主耶稣，我要跟对你，我要先转去厝内底，甲人过时一下。这声伊转去，敢会倒来？伊要转去征求上的同意，伊要征求上的同意。厝内底人要同意，因为伊要离开厝嘛，对无？伊要离开厝嘛。这个人伊要跟对主耶稣无？伊牵拖互啥？伊牵拖互厝内底的人讲：啊，我看阮厝内底的人有同意无？我较来跟对你啦。我真正要跟对你哦。啊，我看阮兜的人安怎同意？这个人的反应是啥物？敢是厝内底人的官兵较大的主耶稣？敢是？主讲你来对我，啊，我先转去过时者啊，我会讲一转去就袂倒来啊。一古时代的西亚文化内底。老师甲学生的关系，并毋是讲用钱、用物件去换到知识安尼的一个观念。咱即摆的观念，学校甲学生的关系是安那？家长学费交落去，啊，恁老师甲学校来负责读囡仔安那？教好嘛，上好互我囡仔读考了100分嘛，对无？这是即摆的观念。总是较早你要对一个老师，你要拜师，你要学物件的时阵，敢真正是用钱、用物件去换的。老师讲要修理，都是另外一回事呢。较早无迄种义务教育呢，是老师有要修理无呢？所以今仔日一个学生要甲老师学，就必须爱甲老师生活做伙，甚至将家己当作是老师的一部分，甲老师是一体安尼的观念。所以较早
师生之间的关系所讲的是忠信啦，说的是忠诚的关系啦。所以一个学生伊若真正有要学，伊就要将老师看作比其他人更较重要，安尼来军队。因为这个老师伊有权柄来决定讲，要教这个学生教到什么程度，要传承到什么款的程度。所以老师对学生有绝对的权柄。今日一个学生若真正专心要学要军队，就要将家己当作是老师的一部分，甲老师是一体，而且尊重顺服老师的这个教示。我想今仔日咱讲到这，咱大约会当知影讲，主耶稣要表达的是啥物？伊要表达的是讲，请恁决定好，请恁考虑清楚，恁到底要将恁的性命交互谁？恁性命主权要交互谁？要交互厝内底的人，要交互这个无神的社会，还是要交互主耶稣？耶稣一只最后伊讲一句话，伊讲啥物？62节，咱做来读，请。咱中间敢有这是人？我们有没有务农的？敢有换过犁的？咱拢真现代人呢？好，我们都很现代人呢，真正拢无这个经验。这意思是啥物？意思是讲，你若是无法度专心跟对主耶稣，你无法度对主耶稣忠心，你无法度专心伫上帝教的事讲的话，你都常常去互其他的代志来搅了，安尼对上帝教是无帮助的，而且对上帝教会造成破坏。耶稣直接举这个例是用当时做事人所会当经验到的代志。来，咱咧犁田的时阵，毋是骑车跋倒迄种犁田，咱咧犁田要犁迄个狗出来的时阵，咱爱换迄个犁对无？第个犁了，你敢是爱野种？野种了，你开始要砍土对无？好啊，你第二届砍土忝啊，你无专心，啊，你上代志雄安尼歪一了后，迄个歪的瞬间是食壁。哎呦讲，哎呦，我头犁歪去呢，啊，倒来伊头前这刚歪去啊，啊，这心内都安那真爱叫，啊，我歪两顺啊呢，啊，你着后壁安那，这爱叫代志着安那，继续回头，一步错，步步错，后壁拢安怎？拢歪去啊，拢歪去啊！啊，你头前所努力的工是拢白白做白工，拢破坏掉啊！耶稣直接意思就是安尼啊！你若是无专心军队，对上帝教真正无帮助，会造成破坏。要军队主耶稣，无专心伫主耶稣，咱若是心内常常去想互利的代志，去想这个飞鸟的代志，想遐互利的空飞鸟的收的时，安尼对上帝国会造成破坏。咱要军队主耶稣，总是咱常常去互这个世间的代志来拖磨，咱完全来回应主的呼召的时，甚至咱军队主耶稣都带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安尼我要讲的是，会互上帝国受到这个损失。最后要讲的是，要军队主耶稣，你爱听啥的话？你军队主耶稣听啥的话？听耶稣的话对无？总是咱军队主耶稣常常听人的话啊，听这个世界的话，听这个社会的话啊，敢毋是？咱军队主耶稣在听外界的话的时阵，相共款对上帝国会造成破坏。咱这个世间，咱欣赏的到底是啥物？是这个世间暂时的快乐，还是天顶永远的快乐？对一种，啊，怎拢袂晓应？因为世间的快乐嘛袂歹，是这个世间的快乐，还是永远的快乐？啊，咱要听痛的，是这个世间的声音，还是主耶稣对咱的呼召？
主耶稣的呼召，对无？啊，咱自这个世间要建立的，是天顶的事工，还是这个世间的成绩？拢袂歹，真歹选。我想今仔日这段经文，主耶稣甲咱讲我真清楚，要军队伊的代价是啥物？第一个，嘛真无容易做到的，就是放弃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咱真歹做到这件代志，放弃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第二个，爱顺探主耶稣的呼召，较赢伫这个世间的期待。第三，爱专心伫上帝国的事工，较赢伫咱伫世间的成绩。我讲的这个拢真无简单做会到。总是当咱愿意付出安尼代价的时阵，搁我的主耶稣绝对甲咱纪念咱专心军队伊的遮的用心。检查咱安尼的军队所付出的遮个代价，咱无法度得到娱乐，检查嘛无掌声，检查嘛无受欢迎。总是当咱付出遮个代价了后，天顶有永远的性命甲快乐伫听候你。耶稣真正要呼召是啥物款的人？是愿意忠诚军队、专心军队伊的人。伊无爱遐心中伫想飞鸟的受、想狐狸的空的遐人来军队伊，因为安尼只是对上帝国造成破坏。最后无事要讲的是，当我准备这篇康德篇的时，我的心嘛真爱约。我要将这个信息讲较简单的，大人听到较快活、较无遐严肃、较快乐的。我想无，我真正想无要安怎讲，因为主耶稣就是安尼要求，咱就是安尼来尊谈，咱做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怜悯阮，求你赦免阮，因为确实伫即个世间的试探、的引诱是大的。阮承认阮有限，阮承认阮软弱，我嘛常常受到这个世界、社会的影响，直到互阮无法度专心来军队你。特别军队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是主上帝，我嘛是真渴慕伫即个暂时的世间，会当得到快乐，得到幸福，得到成功。总是主上帝求你的信心来甲阮提醒，这拢是暂时的。求你的信心帮助阮，互阮看起天顶的荣耀。凡一切所做，拢是上帝国所喜爱的事工。凡所做，那亲像是主耶稣呼召阮来做的相共款。主上帝，恳求你也帮助阮，因为伫阮的中间有侪人，家己是第一代的信徒，厝内底人都有侪还未信。恳求主上帝，无因为安尼，互伊真做脱害。收束伊智慧，收束伊温顺，将福音紧紧传入去伊的家庭，互因厝内底人赶紧来通过福音来信主耶稣，互安尼兄弟姊妹会当全家大细来到教会，做来军队主，做来敬拜主。总是恳求主上帝，当阮拄着挑战、拄着困难的时，求你来坚持我的信心，通过今仔日的这段经文，主耶稣所讲的，要军队伊的人爱专心、爱忠心、爱付出代价。愿主你的神常常安尼来甲阮提醒，愿安尼向你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个来吟圣诗第373首，救主耶稣我立志。
会将请起立。求主耶稣我立志，永远袂对我错。愿你常常伴我主之好朋友，有主那在我心里，了爱了真温暖。求主带我来真正爱路稳当的行，目睭所看的这世间的怕我行，求主更甲我同在，互我听你的声，为着是上要爱我，为我踮我心内，求主求你劝我，可你就要受害。求主你有应允我，哪用真心对你，做点应光的所在，毕竟路过的去，他主耶稣我的志，永远袂对我错。你常常伴我主之好朋友，愿我看你的脚趾，若无不敢去行，我真爱直直对你，可你就会得胜。求你因带招呼我，有七得到一时，后来地接纳我，只好朋友是你。会众请坐，这是来奉献，请陈怡亨、穆桂英主事来书献。会众请起立念奉献的诗。
这是我来报告。伫报告的大声，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煞了咱做伙来读2遍。因为既若爱救伊的性命的，要失落伊；总是既若为着我来失落伊的性命的，得要救伊。路加福音9章24节，请。因为既若爱救伊的性命的，要失落伊；总是既若为着我来失落伊的性命的，得要救伊。路加福音9章24节。因为既若爱救伊的性命的，要失落伊；总是既若为着我来失落伊的性命的，得要救伊。路加福音9章24节。咱做伙来看周报的第1页，顶周聚会甲后周侍奉的人员，咱请家己来看。第2页，周间的聚会甲教育部的课程，嘛请咱家己来看。第3页，教会小组的聚会，其中县府陈理亨这个地址应该是有毋对应该是桃园区伫冠府路的所在请咱这个县府区特别注意第4页，奉献的明细，若有错误，请来接续这个中职还是办公室。这个第5页，消息报告，本主日下晡12点半伫6楼办公室要召开行政部的会议，请部员来出席。下晡1点伫700会议室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来出席。下主日7月7月份的特月的中级长老是林中洲，这次是拜六张春燕，礼拜李进英。第2场礼拜要举行圣礼典、圣餐式，请兄弟有备心。下晡1点半伫701的会议室要召开7月份的定期中级会，请中级出席。这个要公告临时和会的会友名录。具体消息，庄理会传道的丧礼，7月7日，就是明仔载，伫邦桥的殡仪馆崇义厅的早时7点45秒入殓，8点告别式。伫这个由台中小城教会林如川牧师来主理丧礼。火化煞要前往台中埔里12园来安葬，请为家属甲所有仪式来进行出入平安来代祷。教会消息，请会友毋通将车停在警卫室门口，这个西坡2面红线的所在，以免开车开单来受罚。第2，2019学期节的团契首长当选的名单，助理校长是张伯钧主事，学青团契是陈应璇，少年团契是潘培瑜。第3、7到9月份的新安宫，欢迎会友到6楼办公室来领取。第4、2019夏季学校邀请家长带着厝内小朋友来参加这次的营会。营会时间是7月3到7，报名是名额72名，额满为主。年龄是对升小2到升国1，报名费500块。伫6楼办公室来缴费。这个夏季学校劳动的服务要搬线4楼以下。今仔日下晡1点，到7月7日下晡2点半，请各位兄弟。壮丁来协助，才有一个4字大纲，等于咱家己来看请大家期待7月7礼拜的第2场，要为咱大家来讲这个最后的结局。教界消息这个新德中会商联部举办国内南回台东的布隆部落。基本温泉放松3日游，日期是9月7日到7日，
3天2夜，费用一个人4000元。报名的时间是6月底，也是今仔日到7月28来截止。配合安排车辆甲来带吼，请赶紧来报名，向杨竹华执事带少年姊妹来报名。2019平安7月节的音乐会报名已经开始，邀请亲朋好友来享受音乐见证的心灵的平安。时间是8月24，拜六暗时7点半，7点就会当来入场。地点是艺文展演中心。这届演出的单位是福尔摩沙合唱团交拉拉山精灵合唱团。票价200块，教会补助一半所以是收是100块。报名方式向区长还是组长还是办公室来报名这个票有限这个卖完为止。详细会当看第1楼甲4楼的海报。这个后礼拜要举行7月份的生日名单，请咱家己来看。下面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直接来介绍是咱书记要来直接实习的新学生林义君姊妹，是咱的中间，咱这一届拍鼓加伊欢迎。伊一只实习的时间是7月到8月，毋忙一届暑期的期间，不管是下季学校还是福音队，拢需要一只来陪伴甲协助。一届中间需要来甲咱请教的，嘛请咱无客气来协助伊，一教会有更较侪即个学习。是咱头过有看到即个第5页，周报第5页，教会消息第4项，就是即个下季学校的即个消息啦吼。下晡1点，遮的青少年要来一只刷椅要来遮的排椅毋忙咱教会的兄弟壮丁会当来斗帮忙刷遮椅啦吼，因为因有一礼拜的课程要来教吼，毋通第一天刷椅就互因听甲皮皮喘，安尼好无？吼，来咱教会偌济壮丁举手互我看者。好讲壮丁有人会不爱摇手。你是兄弟的，请举手。好啦，毋忙好，也是咱的姊妹马上斗帮忙来搬刷遮的椅啦吼，因为无可能叫遮青少年家己安尼，遮的少年人家己搬啦吼。好，当然咱看到即个水与航行的即个剧情的大纲啦吼，咱会想讲牧师，你讲遮剧情放伫遮要创啥啦吼？因为后礼拜的讲道也是整个主日会配合下季学校的即个演剧。一只课的大纲是啥物？这内容是第1部到第4部，所以自主日迄一天所要演出的是第5部。安尼敢有了解啊？为着要互第5部咱看有吼，所以咱来等于看这个大纲，安尼好无？拢无爱甲我应。后礼拜若看无，我爱插你哈。爱会记看这个大纲，也是讲你对每一部戏剧拢有兴趣的。外口的海报拢会甲咱讲，啥物时阵因会演戏剧。有兴趣的人，嘛会当来一只，甲青少年支持，甲因鼓励。好，一只因为因讲即个下季学校要来有一只车牌，或者的祈祷啦吼。咱请咱的即摆今年的这下季学校的小老师都，我们到前面来好不好？让大家为你们祝福祷告。好，因为人即济吼，我着无一个唱名。好，请咱的各位兄弟姊妹，咱做伙起立。咱为着即群青少年，因是即个暑假的即段时间，为着咱教会所举办的下季学校，咱一只为着因来代祷，为着因的体力，为着因的遮个教导的技巧，为着因的智慧，为着整个因营会会当顺序，咱一只做伙开喙来为因祝福祈祷，最后牧师做一个结束祈祷，咱做伙开声祈祷，请。
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呼召，你要使用这些青少年，你无看轻因，你反倒要用重来使用因，大来使用因。恳求主上帝帮助因，互因是过去的一冬所一只备班所练习的，会当伫即礼拜好好来表现。恳求主上帝也帮助因，用一颗疼的心来接待、来教导、来陪伴这个小儿童，会当通过因生命的见证，将这个基督的生命来甲传落去。也愿主上帝你保守因的身体的健康，因为天气炎热，教会有当时放冷气，所以恳求主上帝会当互因保守因的身体通健康勇壮，嘛互因有好的困眠，特别互因伫服侍的过程中间，家己嘛当得到满的这个稳定，满的这个祝福。愿主上帝你也一只感纳，阮一只每一个兄弟姊妹恩因的这个祝福，愿阮一只所求的，拢通得到你的欢喜。愿安尼恩你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坐，请咱的小老师全部向后转。好，这就是咱即届的这个小老师啦吼，牧师无一只节节唱名，啊，咱一只互因一个抱啊声，来诚做对伊的鼓励。好，啊，咱会当来回座。以上无需一只补充报告。三甲来上演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会众请起立。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恩更免救你，也应主必关爱你，愿主上帝。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一体上帝你的心帮助阮，通互阮专心致意是军队主耶稣，通互阮满有基督的慷慨，荣耀你的名，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祝。
定岗灭倒。平安礼，咱请向咱的身边来讲平安，耶稣听你。圣歌队的队员下。